澳門嘅新口岸。近5年間不斷擴張嘅博彩業，為澳門吸引咗大量遊客。自從02年澳門開放賭權，將賭牌一分為3，新口岸同路環氹仔一帶嘅賭場同酒店，由當年嘅11間急增到今年嘅30間。賭台嘅數目亦都由原本嘅300幾張增加到而家4000張。要咁樣迅速打造澳門嘅發展，需要大量嘅勞動力，造就呢個人口只有50萬嘅小城，突然增加咗大批過江勞同本地人爭機會。本地嘅居民嘅睇法咧，外勞喺澳門唔係幫我哋提高緊呢個生產力啊，而係咧係搶飯碗嘅。呢一個係現時澳門最大嘅地盤，起緊嘅又係另一個賭場。下個月底，賭場嘅第一期就會開幕。呢一度亦都係嚟自香港嘅陳浩基同陳瑞全每日工作嘅地方。等我請啊！等我嚟，一個包，等我嚟。陳浩基基哥係高級機組管工，過嚟澳門已經2年幾。而陳瑞全就啱啱過咗嚟9個月，做地盤嘅物料管理。有排搞啊呢度咩？2年年齡啦，佢呢度要年幾啊睇嘅。阿主你吩咐得啦，大哥。唉，真係。過嚟澳門嘅香港人一般都係管工級別，好似佢哋就係由公司派過嚟負責監工。以前喺香港，佢哋曾經參與過新機場同埋迪士尼嘅興建，不過近年佢哋要去到澳門先可以揾翻嗰份自豪感。有少少自豪嘅都係啦，有份參與一個咁大嘅工程，係啊，好難得呢個機會啦。依家就睇佢都未曾飽和嘅，啊，即係話佢都係一路係咁發展住落去咧，都仲有得玩下嘅。係啦，又仲有好幾年啦，一路繼續落去發展咁樣就大家都有得做下，係啦。澳門嘅環保條例寬鬆，為咗趕工，地盤可以24小時運作，星期日亦都可以開工，所以唔少工人1個月都只能夠返香港1-2次。基哥同全哥都唔例外。有得揀㗎，唔會梗係喺香港啦，邊有會離鄉別井啊？1-2個禮拜都見唔到一次。翻到去又話：哇！乜你咩曬成咁㗎？黑炭頭咁樣。呢一日係星期日，佢哋都要開工。放咗工之後，就去茶餐廳傾偈。佢哋話人在澳門，經常都會掛住屋企人。靠電話咯。咁啊，通常嚟講2個禮拜到，我就翻香港1次啦。喂，今晚食飯。最近阿全攞到公司嘅最佳員工獎，打算請一班工友食飯，但約嘅全部都係喺澳門嘅香港人。都係同一班香港嘅同事啦，相對嚟講喺呢度咧，咁就唔使翻屋企，即係照顧屋企啊咁樣咯。咁所以個時間多咗，同同事嘅接觸相對嘅時間就長咗嘅。雖然同事嘅關係好咗，但佢哋都承認要過嚟澳門打工，只係因為喺香港揾唔到嘢做。都係真係迫於無奈咯。咁你冇俾出路我都要揾出路，我都要為咗生活噶嘛。我唔會喺度等你噶嘛，希望無用武之地，用呢樣嘢咯，即係我個人嘅感覺。你幾好都冇用，你冇公開，咁你會點啊？嚟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揾多啲錢。平日開工忙，多數都係食個飯盒。但係咁樣嘅聚會，1個月都有1-2次。辛苦揾來自愛食。喺澳門咧，朝頭早啊辛苦，夜晚啊食得開心。地盤每朝開8點，食完飯，大家都立即返宿舍休息。喺澳門，佢哋嘅宿舍都係由公司提供。
翻嚟安樂。為咗揾食，佢哋離開至親，不過舒適嘅居住環境，某程度上都減低咗佢哋思鄉嘅情緒。佢哋2個人住嘅宿舍有過千尺，比佢哋香港嘅屋企仲要大，每個人亦都獲分發一間房。嗱，你睇下，咁周圍環境起碼一般生活上嘅要求啊、設備啊都可以，咁 OK 啦。一日香港缺乏工程，佢哋都會繼續留喺澳門，但會留幾耐，連佢哋自己都唔肯定。呢幾年過嚟澳門嘅，仲有大批從事服務業嘅人，甚至係已經一度退休嘅港人，都喺呢度揾到機會。已經過咗退休年齡嘅林美芳，7個月之前由香港過嚟澳門，而家係一間娛樂集團嘅人力資源部主管。喺佢眼中，現時澳門嘅賭場求才若渴，帶嚟嘅機會係前所未有。好似佢工作嘅集團旗下嘅5間賭場同埋酒店，就經常請唔到合適嘅人。請人係一個問題啦，咁請得到，咁但係佢哋可唔可以做到你要求呢？咁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咯。佢嘅丈夫黃福慶喺香港已經退咗休幾年，退休之前係旅遊業嘅主管，嚟到澳門就重操故業，喺娛樂場做旅遊部嘅經理。每日嘅工作就會去到碼頭同埋口岸，將客人帶返酒店。關閘我哋有成13部車喎嚇，碼頭就有6部，關閘應該都好夠噶啦，而家嚇。現時每個娛樂場都爭住請年青人，唔夠人手，佢哋甚至要請埋大學生做兼職。譬如澳大啊、理大啊，或者係科大啊，我諗對佢哋嚟講都幾好嘅，即係佢一日都可以。如果佢做8個鐘，都可以揾到200零蚊啊！13歲嘅貿易與工業大臣戴利德接任。澳門生活指數比香港低，住嘅地方有成1700尺，租金只係8000蚊。咁有4個房啦，嗱個地方咧，你睇下都幾新淨啊！對面咧，我哋啱啱先可以望到文華酒店嗰個花園啦，望到佢個泳池啦。咁如果你行出去咧，你成日覺得你好似係喺個 resort 度嘅。咁空氣又好啦。黃太嘅工作比較忙，呢一日9點幾放工返嚟，2夫婦先可以一齊食飯。不過黃太話機會難得，即使辛苦啲都值得。因為我以往呢，就一路都係做人力資源嗰個範疇，咁我都做咗呢個工作係超過30年，但係呢，我就未曾試過一個公司係超過係9000人嘅。咁現時咧，即係我個工作範疇咧係有5間嘅賭場啦，就1間酒店。咁所以咧呢個咧係在我嚟講咧，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咯。每逢假日，佢哋都會去行街。嚟呢度工作先至7個月，2夫婦仍然好有新鮮感。如果咧平時咁去行街咧，我真係當翻我自己係遊客咁嘅身份。如果你話翻工咁啊，當然咧係翻工咁嘅身份咯。即係我覺得2樣都要好投入咯。咁我哋2個都好 enjoy 嘅。2夫婦都中意揾好嘢食，唔理係豬扒包、馬豆糕，甚至係遊客買嘅手信，對佢哋都仲有一定嘅吸引力。有唔錯嘅工作條件，又有去玩嘅閒情。不過香港人喺澳門嘅呢種風光日子，仲可以持續幾耐呢？管理階層暫時可能仲有優勢，但係低層嘅工人就已經響起警號。現時連接珠海嘅關口，每日就有大批嘅內地勞工湧入。如果你話請埋黑工啊，請埋你外勞啊，大陸勞工咁咧，你斬埋你香港嗰條水咧，你係完全香港人冇得生存噶啦。澳門官方估計，目前當地嘅外勞至少有7萬人，當中嚟自內地嘅估計多達5萬。佢哋嘅人工比澳門人仲要低，一啲澳門人面對嘅衝擊就更加大。以前咧仲個地盤開就話請本地工人，
咁請下咧，佢一會爐肉啦，個肉咧就逐個炒，話幾個咁樣炒。但係而家唔係，而家直情係一個都本地工人唔請，你冇得嘈。下個星期我哋會睇下一啲香港嚟嘅基層建築工人，仲有冇競爭力？澳門繁榮發展嘅背後，一啲草根家庭又點樣過住大不如前嘅生活？